多咧坊間嘅朋友咧都會取笑佢做阿姨啊，咁大小室都入咗喎，究竟點解咧？即刻同大家講下點解我會選擇佢嘅原因，有啲乜嘢接受到，有啲乜嘢接受唔到先。咁首先講咧第一點咧就點解一定要換機咧？因為12 Pro 其實咧係一個3鏡頭嘅 iPhone 手機嚟嘅，咁但係咧我太太部機咧其實都用咗咁上下年份啦。電池嘅容量咧，其實就都係執翻70幾個 percent 嘅啫。喺 iPhone 16E 上邊咧，電池續航力喺數據嘅官方上邊嚟講咧，就係最高可以玩到26個鐘頭啊。咁另一個選擇呢個 16E 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佢叫得16呢個名啊，咁所以咧佢亦都係搭載咗呢個 A18嘅全新仿生晶片啊。小室亦都實試過咧，用 iPhone 16E 嘅 AI 修圖功能咧，去拆除相片中嘅一啲背景人物嘅。不過咧喺處理一啲複雜嘅環境之下咧，佢都要做幾次先可以完全做得到嘅效果啊。咁而另外解像度方面咧，咁啊 zoom 近去睇呢個銅鑼灣嗰個牌仔咧，雖然 16E 嘅油畫化都進取嘅，不過咧受惠於佢呢一個解像度有4800萬像素嘅好處啊。咁唯一一樣嘢咧就係冇得拗嘅就係個鏡頭啦，因為咧本身咧佢12 Pro 咧其實都有3支鏡頭嘅，咁但係咧16E 咧就得翻一個。咁基本上咧就相對嚟講冇咁正，咁唔知道大家又點睇咧？咁啊希望咧喺留言度話翻俾我聽。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再撳下個鐘仔，下次好嘢就會通知佢哋睇㗎啦。